哦，南港里，南港里，南港里很南里。啊，你俩你出来唔到，你也要出来。对哦。好，感谢我们感恩师慈悲，谢谢。我们郑总检禅师，也谢谢我们宝华女山郑总检禅师的慈悲，为我们颁发金地状元。第22组王一月，第22组王一月，第14组林浩伦，第14组林浩伦，小小状元，请到我们舞台请集合，谢谢。刚刚我们那一些小小状元都是21颗到30颗状元，好巧哦。再次恭喜他们获得我们状元的殊荣。第二颁发的是我们的荣誉状元，荣誉状元是有21到30颗段的，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陈大同检禅师、陈总检禅师来为我们颁发金状元奖。陈总，这个不用准备台词，你只要负责颁奖。谢谢你，感谢您慈悲，谢谢。慈悲，谢谢，感谢你。那边大街上个大概都4月开，那个对，啊，囡仔谈啊，你啊，大家姐，你去啥送啥位？大家姐，你去做啥位？大家姐，你来啦。好，我们恭喜陈总，也是我们颁发荣誉状元，对，掌声给他正面的鼓励跟肯定。哎呀，那一个好关键的，轻轻的，卖山药，哇，我手来我打进我，打进我。